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女性的复仇。寻找一个33岁通缉犯，在逃亡的过程，透过手机啊交朋友的软体，强骗查囡仔的感情。甲人交往的期间，除了借钱，佮卡打滚啊条船，同时甲4个查囡仔咧交往。可能是因为讲话反起反倒，互人怀疑。最后，这个拗查甫的行为也是来逼坑。被害的查囡仔组一个复仇的群组。 上门讨公道，搁来惊动警方到场。上尾啊，这个拗查甫，这个爱情的骗子，互警察扣手铐带咧走。一阵查囡仔欢喜甲，哪行哪唱山歌。有什么好吵的？什么好吵的？啊！抓！快点抓！3更半暝，一阵男女吵架啦，提证书是正失控，搁差一点啊，就拍起来。我说要登记结婚，他这样跟我讲。 你说没有人像你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人像我这样，就是因为没有人像我这样，你才会这样子一直逃啦。用的态度无成功，规期间用高钱，最后闹甲连警方拢来到现场。为什么拿到辣椒水这个很过分呢？对，比起你一点都不过分。来，先趴下。 趴下！其中一个查甫人向阿姐双手铐铐起来，看到这个画面。现在还菩萨牵你的手。查某囡仔拢欢喜甲开始唱歌，心情这么好，拢是因为因共款拢是去互这个查甫人骗感情。他会表现得出是那种比较暖男型。 反正就是一个骗过一个啦，然后有的骗了3、4万，还有偷窃行为。这个33岁红通缉被细阮的查甫人暗藏伊的身份，伫咧交友的软体骗人的感情。交往的过程，女网友若发现无对当要找的时阵，就一口二闹，结可能无成功，就继续当受气，共讨分手的费用。抖音上了哪里去得知到我们这些受害者，我们才发现说他用的是同一套套路。拗查甫人的刑警最后总算是逼坑，这个受害女子团结起来，创一个群组。 收集所有资料，大家反头合作，为人继续假中介，要互这个查甫人出面，为是负责联络其他人，等待时机准备要报仇。这规件代志就袂输是咧看电影。一度谎报他人的身份，经过本分局员警查知为通缉身份之后。 逮捕带回。细阮的查甫人到底是骗偌济人的感情，佮涉嫌着倒一寡案件，拢变成是警方调查的重点。负心汉原本抓准家己真有手段，验到最后煞踢着铁板，这个结果恐惊嘛是伊安怎想嘛想袂到的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